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咧讲，无金无义，食百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里读做禁，高音禁第三条，禁就是阻止、无稳准的意思。咱讲禁止，像讲公共场所袂当食薰，就是禁薰。另外，咱台湾传统市啊，逐礼拜一无太精神啊，或者禁毒。禁有时阵嘛有啉奶意思，像讲想要放尿，啉掉咧无去放，咱讲是禁尿。另外，收水呛水味。藏入水底，啉奶条咧无喘气，咱讲是禁气。另外，个目睭半踢开、半含起来，咱讲是半禁禁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禁喙，意思就是因为某一款状况完全无食一款食物，假使讲若是有食，抑阁有残疾，咱讲是呛喙。第二个词读做禁忌，嘛有人读做禁气，加一个送气音，可能就是因为信仰或者是某一个观念，考虑到效果都袂当做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宗教总是希望咱会当修炼咱家己的心，来压制家己的欲望。像讲倒一寡禁忌，像讲咱台湾的佛教无食草，回教无食猪肉，印度教就无食牛肉。若是要讲共款的所在，就是拢有禁喙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禁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